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解这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调，这是白音。古早市精神的所在，像咱讲家调、D调、A调，嘛会当讲是用来算市精神啊所在单位，像咱讲一条家调。另外，咱一般较常用到的用词，就是念调，咱会当讲是调顶。啊，若是爱做的代志，若是无做规身躯的无爽快，咱就讲是调调。像咱讲耍电动、耍甲调咧。另外，考试录取嘛会当讲是考调，啊若物件袂叮当，咱会当讲是调伫遐。另外文音读做落，像咱歌戏常常听到拍入天落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调北，会当讲是这物件完全吸收，嘛会当讲是学文拢记伫头壳内底。第二个词见调调，意思就是掠调调拢唔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做囡仔就足认真，册不管是拢见调调，莫怪学文拢读甲调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调，这是白音，文音读做落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